大家好，今日係6月3號星期二。就上個星期咧，咁就其實都冇乜特別嘅事情發生啦。包括咧就美國嘅地方法院啦，就判決咗就係話特朗普嗰個向其他國家徵收關稅咧就違法。咁但係咧，其實喺夠24小時咧，聯邦法庭咧就接收到咧就特朗普政府嘅上訴咧，亦都推翻咗地方法院咧嗰個判決，就維持翻原判。咁當然啦，其中包括譬如向啲鋁啊、鋼嘅徵收嘅稅咧就 OK 嘅嗱，咁個事情嘅發展咧其實就都叫做而家都係一個等字啦。咁其實咧就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咁個市場基本上咧就個變化就唔係好大嘅，就美股三大指數咧都仲係喺嗰個區間度移動啦，升升跌跌啦。咁恒生指數咧就一日升一日跌，咁就今日星期二啦翻嚟啦，咁就琴日星期一跌，今日星期二又升翻咧200幾點。咁其實整體由年初到而家咧個大嘅嗰個 picture 都冇乜點變到嘅。包括就係美股，其實三大指數好似我哋上一次都講過啦，就翻去咧就嗰個關稅之前，即係4月2號之前個水平，甚至乎更加高啦。咁就歐洲嘅股市咧就德國啦一枝獨秀啦，咁就升咗接近20%。咁就恒生指數咧都而家咧就繼續咧就都仲喺23000點樓上啦，咁都係升咗差唔多係接近18%。咁大家都喺度等嘅時候咧，咁就覺得特朗普咧即係好似呢一排咧嗰個反應咧，其實就都係大家預期之內啦。包括佢就喺聽日啦，6月4號啦，就會向咧入口美國嘅一啲咁嘅鋼咧，就會徵收去到50%嘅關稅啦。咁亦都咧就係 over the weekend 咧，就話咧就同中國嗰個關稅談判咧，就話中國咧喺某啲地方咧就違反咗嗰個即係之前嗰個協議啊，或者嗰個方向啦，似乎嗰個通咧就變翻咧好強硬。特朗普呢一種叫做反來覆去啊，即係話叫做反覆覆舌嘅情況咧，咁大家都好似係咁樣噶啦。不過咧，其實你要去即係估計緊嗰個關稅嗰個最終嘅情況咧，都比較困難，因為第一就中間又會有變化啦，會繼續美國同好多個別嘅貿易對手談判啦。咁點樣去到叫做睇一個比較大啲嘅 picture 咧？咁我今朝早有個朋友咧就俾咗一個消息，我就係話咧，而家即係分析員啊或者市場人士咧開始關注咧近期咧就特朗普一個動作，就係咧佢啱將就超過1000個 1000 pages。1000頁一個叫法例咧，佢認為咧一個叫做 One Big and Beautiful Act 咧，就 pass 就俾咗呢個眾議院審批而過咗。咁下一步咧就會去參議院。咁呢個係咩一個法例咧？其實咧就源自於咧佢2017年咧第一任政府嘅時候咧就 pass 咗一個咧就叫做咧 Tax Cut and Job Act， 即係話咧減稅同埋工作嗰個法例啦。喺嗰度咧就將美國嗰個 corporate tax 咧，由35%就減到去得翻21%。好啦，咁亦都咧就話喺美國即係當時亦都係講緊令美國再次強大啦。咁就減稅啊嗰啲全部啲措施都要嚟。呢一次咧就似乎係一個延續啦。因為佢近期都講緊佢會減稅啦。OK，咧就呢個法例咧就會佢自己就宣稱咧，會令到咧美國咧就嗰個競爭力咧就非常之大，咁咧就減稅都優惠到咧啲選民，似乎咧就一個非常之完美，所以佢叫做咧One Big and Beautiful Act， 即係話一個非常之宏大，亦都好美麗嘅一個法例啦。但係對於身處喺美國以外嘅人嚟講咧，呢個咧就法例咧其實咧就魔鬼在細節中。咁就咧原來咧其中咧喺呢1000頁嘅紙入邊咧有一個 section 咧叫做899，咁個名咧就叫做 Enforcement of Remedies Against Unfair Foreign Trade， 咁即係話咧，對我嚟咧就話咧，好似一個報復性嘅關稅咧，向一啲對美國施加不平等一啲咁嘅稅務嘅國家咧，有一個反制嘅措施。而其中咧最令到咧就我諗市場人士擔憂，或者而家我哋咧即係比較係叫做覺得個殺傷力好大咧，就話咧原來入邊嗰個條例就話咧，當美國認為你對佢歧視，而呢個歧視嘅定義咧，就係其實就係話有一個叫做好客觀嘅條例寫出嚟係點，而係佢認為你歧視，咁即係等於咧我哋細個咧就可能係爹哋媽咪咧教我哋咧如果行過啲比較複雜啲嘅一啲即係品流複雜地方，就唔好周圍望。咁點解咧？因為好多時咧啲黑社會咧就覺得眼超超咧就唔係好順眼咧，就揼你嘅。咁你話點解要揼我啊？唔揼隔離嗰個或者前面嗰個咧？佢覺得係你係嗰個樣衰啲，或者佢係睇你唔順眼，佢就嚟就埋嚟揼你啦咁樣。好啦，呢個咁樣嘅叫法例入邊咧，美國自己就會定佢自己認為即係對佢唔公平嘅一個情況，而根據呢個情況咧，佢就會即係施加翻相應嘅一啲叫做加稅啊，令到佢對美國嗰個叫傷害減少，或者挽回翻呢個不平等嘅情況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我諗就係對而家所有好多持有美元資產嘅個別人士，而唔包括個別人士啦，甚至乎咧包括就外國政府啦，
主權基金啦，所有喺美國做生意機構或者公司咧。或者你個人持有一啲美國嘅資產咧，都全部納入晒呢個範圍。就當佢覺得你係即係叫做對佢有不平等或者係歧視美國嗰個情況咧，包括可能係我舉個例啦，就係而家咧大家知道咧，就好多外國嘅政府咧，對於美國嘅一啲可能企業，包括 Meta 或者 Microsoft 咧，佢哋個壟斷性嗰個咁樣嘅市場情況咧，就會徵收佢哋一個叫 Digital Service Tax。OK， 咁咧而家係歐盟咧，其實都諗緊咧要向呢個可能係呢個 Microsoft 佢哋加呢個咁樣嘅稅啦，好啦，咁所以而家已經有呢個叫 Digital Service Tax 嘅國家 impose 咗喺美國嘅咧，就包括係英國、法國、加拿大、澳洲，好啦，咁如果將來呢個法案通過咗變成法例嘅話咧，美國就會反制呢啲國家咧，就向佢哋其他嘅一啲叫做入口嘅產品啦，就會徵收咧額外嘅稅務，我哋抵消翻咧佢哋認為咧就話向而家譬如你加佢10%，佢就加翻你另外一個10%喺某啲範圍之內嚟到沖銷翻嗰個影響。好多而家我諗就話咧一啲外國嘅頭先我哋講嗰啲可能主權基金啊。或者係個人投資者啊，或者銀行都持有好多可能係美國嘅一啲可能債券，甚至乎股票咧，我哋做投資嘅話咧，將來呢一種叫做被動式嘅收入，即係話你唔喺美國本土嗰度有一個operation 有做生意或者有一個實際嘅經濟活動，只係單純持有呢啲叫美元資產、美國國庫券啦、美國股票咧，你嘅利息收入同埋你嗰個股息咧。其實都係 subject to 呢個 tax 嘅，即係話佢有機會去徵收你呢個咁樣嘅即係額外嘅一個稅務。咁而家嗰個法例入邊即係叫做 propose 建議咧，就係咧第一年收你5%，第二年咧就加5%去到10%，第三年咧就會再另外 additional 5%，即係話去到15%。咁第四年咧就去到呢個20%，咁就封咗頂。咁即係話以後咧，如果你一路持有咧，即係超過4年啦，咁基本上咧就年年咧你都會納咧就嗰個 interest income 或者嗰個股息嗰個收入咧嘅20%作為呢個稅，好啦，咁呢個就會大大咧就我諗減弱咗咧美元嗰個資產嘅回報，亦都令到咧一啲投資者，如果你持有呢個美國嘅一個債券或者股票作為長線投資嘅話咧，咁呢個係你嗰個成本啦，咁你要考慮。咁一方面咧你增加成本，一方面咧其實變相就削弱咗你嗰個 return， 你個回報咧。咁你諗下有冇第二啲叫做海外資產咧，可以咧就比美國呢個 treasury 或者股票咧有更加高嘅回報，或者唔需要收取你呢個咁嘅稅務咧，你就可能會轉移翻即係去海外啦。而呢個亦都係而家嗰個市場即係嗰個人士擔心，就當呢個法案如果參議院真係通過咗變成法例嘅話咧，因為咧而家所有持有呢個美債美股嘅投資者咧，都會諗下其實佢哋咧就會可能係套現啊，或者係減少嗰個 holding 啊，轉移去海外，而呢樣嘢就會對於美元個需求就會咧造成一個好大嘅衝擊咧，而令到個美元個匯價咧，同埋背後嘅一啲咁就美元嘅資產咧都會跌價。咁其實我單嗰個條款嗰個原意咧，其實大家知道咧，我哋之前都講過咧，而家現任嘅呢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個主席，之前咧就係一個對沖基金嘅一個主持人啦，咁就 Miran 啦。其實咧喺舊年嗰個年底，即係入主白宮。即係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前咧，都作出建議咧，就曾經提過咧，其實咧就話咧要徵收呢個咧叫做頭先我哋講嗰種稅務咧，作為一個手段咧去做乜嘢啊？去到咧令到咧大家即係要減少持有呢個美元資產，而從而令到美元個匯價咧係會轉弱。嗱，呢個就係我哋正正我哋上一輯講到咧。即係話咧喺呢個即係 Donald Trump 當佢喺嗰個關稅嗰個叫價嗰有所叫做 discount 啊，或者好似俾少少叫做空間大家去覺得會低啲啦，同埋佢有得傾之餘咧，點樣去確保佢即係話咧嗰個最終嘅目的就係令到美國重新強大，製造業回流美國嗰個目的達到咧。咁其實我哋上一輯就講到咧呢個咁樣嘅匯率咧係會其中一個手段，因為當嗰個美金匯價跌嘅時候咧，咁其實變相咧。就係咧，你嗰啲外國出口去美國嘅產品咧，其實就貴。咁當然啦，就冇一個叫國家或者地區咧，好願意咧就自己喺呢個叫對等貿易嘅情況之下咧，自己咧就自殘一臂或者讓你半臂，自己將個匯價打升高咗佢，作為一個叫做談判嘅籌碼或者係示好向美國就你睇下我都已經將個匯價升高咗好啦。咁點樣做咧？原來咧背後咧，如果佢呢個法案通過咗，就幫咗你一把。就話咧，如果佢真係做咗嘅話咧，咁嗰個美金嘅即時咧。其實就係跌咗落去，咁即係變相咧，你如果唔願意將自己個貨幣升嘅話咧，其實都唔需要你願唔願意啦。
美金跌咗落去就變咗個匯價跌咗落去咧，其他貨幣嘅匯價相對地就升一值，即係貴咗咧。咁其實同一個效果嚟嘅。好啦，呢個咁樣嘅即係一環扣一環嗰個部署咧，似乎我就覺得咧就即係距離啦，即係我哋預測即係話嗰個最終個美元嘅走向，或者係特朗普政府對於點樣去叫做令到嗰個美國嘅利益可以咧就全部咧即係達到咧，咁其實咧就中間好多手段咧，個匯率係其中一個啦。而呢一個法案如果通過咗咧，其實變相都係一個工具嚟嘅。好啦，而家其實咧就如果大家就覺喺香港就覺得，咦我哋其實都持有呢個美元嘅一啲可能資產，包括美國股票啊、債券，因為其實咧都唔燒到我哋嗰沓嘅咁樣係嘛？好啦，咁你話咧，但係咧睇翻其中一個內容咧，就話咧，認為你用咗一啲叫做咧就唔公平嘅手段，令到咧就你個係佔咗着數，或者你嗰個 position 咧係 better off 嘅時候咧，佢都會增加呢樣嘢。而其中一個就話咧有意思嘅咧就話咧，佢覺得咧如果啲外國政府刻意地調低或者用一個叫最低企業利得稅或者工資稅去到咧增加你哋自己本身嗰個競爭力嘅時候咧，咁變相地咧你即係話咧打擊咗美國嗰個競爭力啦。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都可以咧動用呢一個頭先我哋講呢個咁樣嘅法例咧，向你徵收呢個懲罰性嘅一個稅務。咁香港而家個corporate tax 咧，其實咧就16.5，咁咧都係其實一直以嚟我哋都係呢個水平，都係相對地處於全球咧最低或者比較低嘅水平啦。咁我哋嘅亞洲區嘅競爭對手新加坡咧就係17%。咁美國咧本來咧其實咧就都非常之高嘅。頭先我哋都提過啦，就之前咧其實係35%。咁但係特朗普喺前一任嗰度咧，2017年通過嗰個叫做 Tax Cut and Jobs Act 咧，就將呢個咧去到2018年1月1號開始咧，美國嘅 corporate tax 咧就變相咧其實減咗一半，就落到21%。好啦，咁21%對比16.5咧，其實都仲係咧，我哋係低過美國嘅。好啦，咁就差5%啫，唔係好多。好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動用呢個條款，覺得你好似刻意營造一個，或者你個目標就係以一個叫全球最低稅率嘅一個叫做企業稅，去到增加你自己嗰個競爭力，或者吸引其他啲公司咧去你嗰度註冊做生意啊，從而咧就享受到啲稅務優惠、低啲稅啊，或者有其他嘅資金流去咧，咁都係變相攞走佢啲嘢啊嘛，係咪？咁我哋都講過啦，呢個法例咧個徵稅係咧認為你歧視佢啊嘛，你攞佢着數啊嘛，咁就唔係我哋走去抗辯佢，咁啊會有個結果嘅。好啦，咁即係話咧，香港喺呢個咁情況之下咧，其實都係變相處於一個比較不利嘅位置，有機會咧去動用呢個條款咧，就向我哋香港嘅出口去美國嘅一啲服務或者產品咧，都徵收一個咧額外嘅稅率。咁呢個咧變相亦都會令到咧好多我諗就係我哋持有一啲即係投資喺美國嘅債券或者股票咧，將來咧嗰個回報又低，因為我哋額外成本增加咗咧，呢個都係咧大家要考慮。最我諗係嗰個叫做深遠嘅影響就係咧，如果佢呢個proposal 呢個叫做美麗又 beautiful 嘅一個法案通過咗咧，而其中呢個 Section 899咧真係實行嘅話咧，咁即係咧變相係驅趕一啲資金咧離開美國。咁個量究竟有幾大咧？咁大家都唔知道。咁總體而講咧，而家係其實叫做海外嘅投資者持有嘅美元資產，包括嗰個債券同埋股票咧，嗰個銀碼咧就去到接近31萬億美金。咁而其中咧，我諗係嗰個過往我都提到咧，就其實喺過去一段好長時間咧，即係喺10年、20年之內咧，其實外國嘅一啲叫做政府啊、中央銀行啊或者機構咧，都逐步減少嗰個叫做美元作為佢哋嗰個外匯儲備啦。嗰個一個份額，而作為外匯儲備其中一個重要嘅資產就係債券。咁而家咧其實咧喺美國嘅已經發行嘅一個叫做 Treasury 個政府債券入邊咧，外國持有嗰個百分比咧已經咧由之前喺2008年金融海嘯嘅時候咧佔超50%以上咧，而家就降到落去咧得返接近30%，即係降低咗20%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比較明顯嘅趨勢。咁但係佢做嘅時間咧都要10幾年啦。咁但係如果呢個法例通過咗咧，可能好短時間咧，又會將一啲比較好多資金咧就會驅趕或者叫驅逐咗出嚟，離開咗呢個美元債券市場咧。呢個影響就會可能比較叫急劇啲，或者令個衝擊力比較大啲。咁呢樣嘢要會留意翻啦。亦都係好多而家我諗就話嚟緊咧，大家要非常之留意翻嗰個美元嗰個國庫券嗰個市場啦。包括而家10年期、30年嗰啲咧，全部咧嗰個孳息率咧
都係咧就叫做處於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咁10年嘅可能都仲係喺4.4啊、4.5% 啦。咁30年嗰啲接近5%。咁即使而家聯儲局佢哋話下半年如果嗰個關稅情況穩定咗，而佢哋又有一個比較清晰啲嘅一個睇法咧，咁有機會減稅嘅。咁但係嗰個同時間咧，如果呢個法例通過咗咧，又會將呢樣嘢咧嗰個減息嗰個影響力咧，又會 offset 咗，因為大家 concern 就話，如果嗰個外國購買美國嗰個貨庫券嘅興趣減少，或者持有美元資產嗰個誘因越嚟越即係叫做少嘅時候咧，咁啲資金離開咗美國咧，咁呢個美元一跌咧，咁其實大家就唔會變相去再繼續去入標買你嗰啲咁樣嘅貨庫券啊，或者係美國股票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方向啦。亦都我諗就話而家係叫做我哋砌緊一個 puzzle 啦，即係一忽一忽砌埋實咧。咁其實嗰個圖表我自己覺得咧都幾清晰，就係印證翻我哋之前講咗好多次嘅，就係未來中長期嗰個美元嗰個資產嘅吸引力會減少，而個美元嘅嗰個匯價咧，亦都係會向住一個比較係弱嘅大方向去啦。咁包括呢個有意定無意啦。咁我諗即係話喺而家我哋所即係了解或者講緊嘅一啲叫做措施或者手段入邊咧，似乎呢個弱美元咧主觀上同埋客觀上咧都係會走向一個比較弱啲嘅一個方向。